多伤害，唔应该了解，唔免所有誓言都会改变，唔讲唔痛爱，已经唔从头摆。我问爱会唔会改变？改变，用心去听，心中的声音，唔一定了解，会了解，唔免所有的梦都会唔惊。共同爱，已经行经夜。用 view 嚟演哦，唔係嘅，呢個下晝得嚟嘅，叫到要諗講嘛喎，佢唔可以變化做唔是講，叫佢諗講嘛喎，係想咩啲？其實我有去接過佢，本來想去拜託佢，我冇坐過卡一段時間，係有限，出來人照顧一下。唔咩啲啊？有種把眼樣可以講埋出來咯。咁咩唔判得啦？那有人、老朋友、阿妹，還有忙出些生意的留在國家，去安全的地方做事咯。唔對咯，那亞慶風險的日子。照顧我啊，我哋啊，你係為到我留生嘅將來。
天用哦，原来说迄咩？树存出来，树枝拢无平创，深山的树的苗又高大啊！阿爸，好啦，其实啦，天用原无多安尼长途，勉强来好，电脑会分析。好啦，毋是迄面，安尼呢？阿爸，俺已经太过啦。好。有我无限埋。小心哦！伊搭到面床，做模范生嘅，买很多床，买伊做翻来，住就身嚟，买那有限好攞唔到手。哎，惨咧！曹比阿爸交代，讲今晡日啦，我搞埋遐度，自家贴迄个思路啦。原来係安尼啊！難怪警方也太早啊，就去搖床，伊用心哦。天蓬起个啊！哎呀，迄嘢做迄嘢，唔免嘢，唔緊張也冇用啦。唔係奇怪呢？你今晡講爸，我安尼想想，咱來做嘛啦？啊，本來做安尼啊，你自家裝置呢？警方已經靠到鐵路局嘅，個搖床當然係用到基層啦。啊，個樹路啊，當然要倒半張床，你講係唔係啊？唔係用乜個法好講啊？呐，家家前頭路啦，去前到鐵粉粉就對啦，這麼多是兩處空空啦。唔是包條限係冇，唔是法冇亂講哦。到我面頭前講冇要緊，一迄本阿爸阿妹，還要金鵬堂度講用吉實。愛啲啦，我真冇愛亞打啦。在我問題是，唔分人家底嘛嘅啦。我兩兄弟咁要分得很清楚。愛啲警方唔會啊，一個亞打咧。好啦好啦，十班啦。阿哥，阿爸起未啦？哦，來事嚟啦，好。夾掉啊！見行見也。金寶，金寶，阿爸還沒開呢。是啦，等下做阿爸講，有力度嚇。那個，應該要從這個課裡啊，拜託啦。你兩兄弟甘願本難度，放心啦，我一天不老有錯，裝到狠狠啦。我媽啲唔做嘛去鐵路局上班。金寶，我老早到鐵路局上班，經過都不看做的考腳審查哈。我嘅聽少講一聲，我走了，好唔好？阿爸，你幾點嚟？哦，OK，好，阿爸，哦，你拄係啦，我呢度啦。我哋药廠的歷史，兩兄弟多少都有了解。金用講看咯。哦，呢藥廠喺日本一出下來嘅，喺度福州嘅太妃嘅，留日本嘅西妃嘅兩片技術嘅融合啦。阿爸今日係兩兄弟來，就係搞人我一行，就很多新樂手。
梁兄弟啊，认真好个。也系阿爸切无简单，但对日本师傅嘅学来，光复以后呢，台湾差不多都将从阿爸往回做。阿爸，当年因只嘅改变日本嘅电坛，迄毋系就是用新六秀嘅方法做嘅啊？冇唔错。梁兄弟有了解讲啊，阿爸今日去침电脑做乜嘢？擘嘅系统，天父，你讲讲啦。土就是火老奶嘅对话，迄因料做土时填药，同心协力嘅结晶。唔错。以前阿爸冇讲的，迄希望恁两兄弟呢能够掌握那个火同奶。今日阿爸我讲恁啷个以后，就用到火。喂，阿爸，嘅人一條小土嘅人吼，照理來講，一攞土嘅保護起來，乜辦廢裝垃圾當倉啊？火、奶、火、重殺、火痕、肥油，一後三項呢，就是新六秀基本嘅配方啊。肥油基本嘅配方。一種講加固就會變藍色嘅肥油，一種講加糖呢就會變青綠色嘅肥油，食料係冇加，就會變棕色嘅肥油。氧化鈷加多加少，而就會有某樣嘅效果，也就係最難嘅土分咯。完全係靠平常時嘅經驗。讲，然后我夹到我念唔出来哟。讲緊乜嘅冇法，中山話未等到見半日咯，肯定唔結婚啦，而家寫太熱咯，做事吼，才會上到嘅啲嘛。之後吼，阿妹喺專業可能也吧，中山也要隻搞態咯。搞態嘛，有冇？冇亂講，係
坦白对也不要好好的对吗？見行見也。风的苏阿妹，我心肝肚很苦。如风，俺是谁哦？唔會啦，安尼嘅小事情唔會麻煩啦。嘿你啦，以下都是要有生年，都唔能開炒咯。韓國點解要去台北啦？哎呀喏，要讓你你就唔會驚哦。去台北，安尼就村民還有都市嘅生年嘅經驗呢。亂做起來哦，人哋用個實好。阿妹冇錯咧，今日用大孫的來讓你，我想很多咧。看到你安尼哦，那就如風，我老你講嘅話，你冇老你個講，我本期小安怎？那唔可以講啦。但是哦，就算我唔講，馬上哦，就是家己的。呢個千歲老英雄，你老去鄉下，天會幸福。安，你有冇獻祭哈？那就一次小問你，你有中意嘅冇？你來呢個，來喺條路妹。我上來了，誰你啊？
新房，俺叫有风有情义乜嘅麻煩冇？冇啦，我就關心佢一下啦。而個性格出廠出度啦，就像咁嘅形容。世界世界，聽係照顧佢哦。今日啊太累啊，連到都直接講嚟。係啦，我就希望咱擺啊對其他人哋嘅。我嘅意思就講，你係有乜嘅事情，你就直接落去講，佢將會了解。我嘅意思就講，你係要俾佢希望，也係俾佢細心，唔係要明講。很薄結咯。你去油坊啊？會啦。哪一天去啊？哦。去油坊。呀，你出來行啊？唔係啦，人都講嚟簽嘅啦。真緊啦！幾陣會信哦？好，唔信吼，嘅係出來講，唔動腦筋，唔想看到佢，對見佢，韓國想向佢走，哎呀好冇啊？好啊，你去講啊。好啊。嘅，我去來講了。冇後悔啊。我去了。老唔講，佢當離譜呢？俺娘老係講，佢都唔信來親佢啊。俺娘。係啊。這下我是愛。冇相關啦，在下就下班的啊。在下。我看佢一下差唔多都係收東西嘅啦。你都亂講嘛啦！你哪裡講嘛？哈？講嘛呀？無乜個，佢就講你東西收收的就做得下班的啊。哦，安尼哦。係啦，唔要同我講嘛個啊？好啦，聽聽你講哈。冇啦，下暝啥平常搭做佢搭慣嚟啊。哦。好啊。啊，你請俺有事啊？你會識兩個嗎？是兩個啊？好啊。哎，我就我會點。哦，那書東西。好。本人呢條青苔嗬，揾嘢嘛？冇呀。哎，
等下嘞，安子说。是款啊，款有好食无？好吃。好食啦。有一件事情我想要问你啊，嘛个事？就迄见面个事啦。我是想讲，毋知亲戚落会演药厂做事，毋敢讲安样做得无？我唠叨迄嘛个事情哦。安尼好啊，安尼哦，朋友哦就毋是少了啊。是啊。毋过伊无费啦，也无别个意思啦。我就是想讲，掠见面记了哈，为了判价每个小事哦，就无嘛个钱，伊了也无可能去推白的啦，就安尼想啊。安尼较好啊，好嘛？毋过我又毋敢老伊讲啊，讲机会无费啦。无费嘛？就讲机会。你们是讲哦，俺要滴？啊？毋滴哦？系啊，是本啊。哦，是本。先生，鸟，应该这无咩问题啦。不过生意做散，王阿爱先入到医院，暗暝要去答应观察几年的，应该这无咩问题啦，吼。安子说哦。安怎个样诶？了好咧啦，先生吼就较出来咧啊。毋过先生讲吼，佮身体太虚咧啊，生意吼忙中间就提早出来咧啦。让我安尼咯，每下2个月来，万一讲做毋得啦，佮了还伫苏斯地杯咧，较忙出来啦。你先坐一下，坐一下。你要照顾自家都不娘无啊？朋友品险，又通通爱呢，你要做人家咱欣赏个啊？好咧啦。
听呀。你安尼收好了，做唔对，收得啦，做唔对啦。你收去哦。若毋要分个，若迄分记着个，分生命个，收得。今仔，你做得先来有创做啥吗？就唔知哦，边个真係勇敢呢？佢通通安尼哦，哼，佢還記得同我講，哎呦，有風啊，安子些哦，你還趕過來看我，哦，我個係我哦，我真嘅就會痛到罵人哦。你點啊？我啊，捐出來嘅時間咯，哼，我咩得佢叫呢？你想啊，係我到嘅救生員哦，係個誰來呢？我自己歡喜。叫谁来诶？等一下哈。谁来啊？都抢阿爸唔看啊！慢講啊，搶我朋友唔好咩？來，哎呀，誰亮亮的？喂，你坐下嚟，坐下嚟。朋友啊，阿宋妹吼，人家說慘上好嘅。像我認做妹，其實吼，人哋感情吼比親叫的還要親啊！你啊，對命本上改變一啲嚟聽聽啦，啊，唔定安意思樣辦。小妹，我歡喜都來唔出咧。好，安尼好哦。謝亮亮啊，嫌正公哦，嫌正公點哦啊？哪有愛夾啦？幾年都等等，我係算嫌正公。用我安尼講啊，敢講唔係謝亮亮啊，嫌伊去正公啊？朋友啊！你阿爸是冇退還來哦，那你爸成為人妹嘅，點哦？係啦，阿叔妹。喂，個係阿妹。阿妹，阿爸，我就對愛留給我嘅恩情，我實在。哎，冇講了，冇講了啦。朋友啊！今日睇藥廠的，也天數真大啊！以後對啊神經的機器也真爽速哦，有大量的天台，藥廠的就應付的來，也一點哦。阿爸話對伊肯定哦。
啊哈，做了厝头的事呀，厝娘爸就记迄边一带去拍啥，拉不咯？认真讲起来呀，系头摆啊，系因为佢无嘛爱听信呢。用我安尼讲咯，人是会变的啊，一下咧今日做阿爸的，那又像轻用同轻放咯。轻用同米服啊，还是唔对，轻放啊，上我夹嘞。莫讲安怎啦，巴士啊，侬话无安尼用法无？哦，细亮亮的，怎无啊？見行見呀，两位，佢圖嘅寫出嚟，唔點樣會安尼呢？條人嚟看下我們啦，嚇！你做案叫人我唔知樣呀。我就唔知道問你。好啦，來啦，聽下看一下啦。哦，點解？好啦，先不用等啦。來啦，係，進來啦。兩位，來看啦。哦，入去啦，係咪收快啲咧？今日一隻飛嘅很少嘅嘛，係啊，看起來又唔像小費樣嘅，讓我有安尼效果。還是像啊，你要不搞社會東西哦，一講沒好，但是太保守嘅，古時也想要吃寬啊，你看呀，一蛋糕樓一下輩用嘅藥嘅無強樣，係啊，古時強樣雲土安尼燒下來，我又無強樣效果出來。我遐蛋糕較緊面，下尾就較粗啊。然後迄毋佇啦，若做生意的，遐東西做得歹錢，也免毋佇啊。我看也是有人要中意哦。安尼哦，係啊，今日吧，我知道啊，唔通白嘅一下就會反應以後，我看啊，做啲隻啦，應該做很唔較做下來爭吵，輕放。佢要去上班啦，也我看啊，有創有運動呀，我要輕鬆多咧，啊，又好看。当作的有安泰听单，阿妹也好弄伊，讲伊做了阿爸，几张伊，我穷弄诶。唔係阿爸咩？哦，對咧，我是唔記得人講誒，記得數我做咩咧？我看阿爸阿妹唱當歡喜嘅，阿亮亮很記得嫁公嫁婆，阿爸阿妹對你對我是親好，我看嗰件嘢。再去看記了好冇？哦對咧，輕放
这家庭也是做目的。小哥，你多少钱？你生日，俺吃谁啊？囡仔，错啊。来。你酒量哪就变得很好了？无啦，就掠一包的吼，电脑用站桩吼，向遐失酒啦，掠酒量吼就按用练出来了。样诶，你掠遐田药厂做得很管无？管，让我唔管咯。今晡日你爸老爷哥学弄啊。以后呢？你用老生意入水哈？嗯。其实该东西俺也冇想到，因为案件就答应俺嘞。现在有从做这吗？讲起来，好感谢。阿妹过生以后，阿妈该出门的，出村阿妞个老生意呢。每当阿妹哦，爱出吃多，阿妹也生意，忒辛苦。而且对面帮阿妞抢阿妹安尼。你有记遐意思哦？什么？冇啦，还是感觉平平啦。因为伊台北，伊明明是管度就唔放心啦。伊人讲的？唔系，伊有分讲的啦。因用迄人来讲了，伊总爱讲其他做对。来。咩事啦？唔起去。也 PUL 的方法哦，做人不砍人张地啊，人家人家有可能会老骗人讲，给你的吼，做给人家皮都跑顺啦，唔起去。你太上进点啦，假个向你青苔啦。做咩咩？那有按图好啊？太空有从做的产品，然后讲穷样啊，做开题啦，谁说啊？你是要注意啊，你喏。那个没就没啊。太空药厂做出了天然药厂穷样的优势，唔对吗？有一条河，爱按一座思念河，流过山，流过天，流向爱，土地的记忆涌入水中，十月爱的在一沙一沙，的祖先行步。